黃旗舉起自己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啦。中間有紅利快埋邊呢，仲有巴閉哥。出邊嘉應駿馬走上去啦。內欄紫色眼罩進佔第3位，仲有妙玲瓏啊。第5位黃衫就亮寶，內欄第6啊，進佔第5啦。藍眼罩藍衫良區好友啊。後邊嗰陣啦，粉紅衫內欄啊，咁啊尾6到啦。有長勝力區出邊灰馬德薩斯啊。後邊4匹馬中橫大興咧，缺一劍啦。尾以內欄紅衫呢，就係呢隻運來五寶啊。暫時電流順城之星嚟㗎，向住600米嘅段柱進發啦。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嘉應駿馬嚟㗎，有紅利第2位啊，內欄第3仲有妙玲瓏啦，第4位就巴閉哥，內欄第5良區好友，第6位外邊灰馬就德薩斯，中間黃衫仲有亮寶啊，內欄粉紅衫，尾5就長勝力區，後邊4隻中橫大興等入邊喎，仲有運來五寶啊，掟大愛當係缺一劍嚟㗎。好啦，正最直路啦，嘉應駿馬就拋嚟咧半個身位，呢個時候巴閉哥率先上嚟啦，外邊有亮寶追啦，藍眼就中檔良區好友啦，響埋邊呢，仲有隻有紅利啊！最後100米到巴閉哥透出，良區好友呢個時候逐步蠶食上嚟，良區好友終點前將巴閉哥趕過咗，長勝力區衝翻個第3埋邊，嘉應駿馬臨尾有啲力弱，出邊亮寶啊追唔切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良區好友終點前就將出咗頭嘅巴閉哥趕過咗，第3名長勝力區，第4名呢，嘉應駿馬嘅機會高過亮寶啊！好啦，卒之喺跑馬地都攞到突破啦！良區好友文家良起馬啦，第2名巴閉哥，第3啊長勝力區，第4啊入邊嘉應駿馬。全程搶口嘅亮寶都第5，佢都嚇一嚇你啊！入迪路初一直都好唔規矩啊！不過臨尾其實巴閉哥咧做咗熱門嘅喎。